你能救他们，对不对？你救他们，我再也不让他娶我了。你救他们，救他们！少雍大人，此话当真？我当真，绝不反悔。我不反悔。少雍大人，你醒醒！少雍大人，你醒醒！这样就可以了。你醒了，快！少雍大人，无双，起来，你也起来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死了吗？少雍，你太傻了。无双，我的幸福就是你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再喜欢任何人了。好了，别肉麻了。其实大王就是考验一下你们之间的感情。现在看来，连死亡也无法将你们分开了。放心吧，大王不会再为难你们了。谢大王成全。你们走吧。曼妮，下去吧。你觉得很好玩吗？耍我耍得很过瘾吗？万一我真的铁了心想让他们分开呢？万一他们真的死了呢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滚！见过大王。喂，你真的生气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想吓唬你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一定会祝福他们的，所以我才走了这步险招。你看，他们那么相爱，你觉得他们之间你还有插足的空间吗？为什么一定要遍体鳞伤才知道放手呢？为什么你不看看周围的机会呢？你说的轻巧，又不是你失恋，我进宫就是为了少雍，要不是他，我为什么要放弃宫外自由的空气啊？再说了，宫里全是太监，我有什么机会啊？你才是太监呢！你看我干嘛？我说错了？那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？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？你喜欢我？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不是，那你喜欢的是我的肉体还是我的灵魂啊？不是，我有点乱，你等一下。我不想逼你，所以我会等你。等你考虑清楚了再答复我。我一定会等着你的。哦啊！哎呀！你们能不这么明目张胆地刺激我吗？答谢姑娘。奴婢参见宗姬。姑娘无需多礼，我还没有谢谢姑娘那么尽心帮我们呢。哪里哪里。哎，大喜，大王没有为难你吧？王弟没有打你板子吧？要不我替你求情去。没事，你们放心，大王还是很讲道理的。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开心。我希望有一天啊，我也能够遇到我此生的唯一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遇到我此生的唯一。
好了，我要干活了。宗基，大人，祝你们幸福。无双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儿时跟我表弟玩的时候他跟我说的，怎么他会？他说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怎么突然觉得达喜才是我的王弟？不可能的，这太荒谬了，不可能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诺。大王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伺候你啊。哦。那你贴这么近干嘛？贴身伺候。哦。我那个文件都整理好了，那个你要没事的话，你就帮我批奏折吧，我先走了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不对，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脸，我紧张个什么劲儿？一定是他说话的样子太轻浮，和我沉着的样子完全不符。一定不是被他撩到了，才不是呢。无双，从刚才开始就闷闷不乐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想回去啊？不是。哎，少庸，你有没有觉得达喜很熟悉啊？有吗？我没这么觉得啊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哎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总感觉达喜才是我的王弟。啊？嘘。或者说，达喜的灵魂和肉体分属两个人。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不太可能，简直无稽之谈啊！估计是你太累了，才会胡思乱想吧？是吗？可是皇帝最近的举动也是怪怪的，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好南风，怎么突然就对你？不都说了是误会吗？大王也说了是替达喜告白，你呀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什么灵魂互换，要真有这么方便，我就跟皓月将军换一换，我倒要让他体会体会被折磨的感觉。好了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灵魂互换，真有点意思。鬼！哪有鬼啊？是我啊！哦，是你呀！你做这批完了，那么快？那当然，本来就没什么要紧的，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老生常谈，看得我眼睛都快看出茧子了。再说了，我可是奇才，这点事又怎么能难得倒我呢？哼，是，你最聪明啦。那是当然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地方可来不得。这怎么了？有妖怪啊？那倒没有，只不过这里机关重重，若是不小心踩到，就没命了。又吓唬我？我才不信呢！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你踩到机关了！不
你别站在那儿，你快帮我想办法呀！没办法，机关一旦触发就没办法解决。不过没事，我在这陪着你，不会孤单的。谁用你陪我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太好了，肯定是这个地方年久失修，所以机关都坏了吧？你真可爱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好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住手！再踩到机关，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中了，中了啊！又骗我！你又骗我！大王，是霓裳娘娘。妾有话对大王说。你想说什么？大王，妾入宫已有些时日，可是您第一次见妾答应妾的事，至今也没有兑现。妾就想问问您，您对妾是否已无恩情？第一次见你答应你的事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啊，那个，你让寡人想想。那么大王，您曾说过要在妾18岁生辰那日封妾为王后，这事现在是否还算数啊？我的妈呀，王后，这可不能随便答应啊！啊，那个，你容寡人再斟酌斟酌，斟酌一下啊。大王，您真的是大王吗？大胆！霓裳娘娘，您一介妃子，竟敢如此逼问大王，更何况祖宗规矩，王后的选定和册封都要进行占卜，岂是能说答应就答应的？你先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骗本王！大王，您不会不记得3日后是什么日子吧？寡人当然知道3日之后什么日子。3日之后是3日后是先王忌日，大王怎么会不记得？3日之后是先王的忌日，寡人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大胆奴才！本宫跟大王说话，你在这插什么嘴？来人，把这个不守规矩的死奴才给本宫抓起来！大人，早。霓裳娘娘早。霓裳娘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人们，大王有要事吩咐。本宫昨夜服侍大王的时候，大王身体抱恙，所以今日在隆德殿休息。可是大王并不想耽误了正事，所以特请本宫过来跟大人们说一声，去隆德殿商量正事。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？是啊。怎么，你们连大王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不敢。哼，你们这是要让大王久等啊！各位大人，我们就去吧。咱们走吧。走吧。启禀大王，不知为何殿外聚集了众多的朝中大臣，说是奉命前来启奏政事。奉命？奉谁的命？
微臣拜见大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商议政事向来都是在大殿，你们来隆德殿，脑袋不想要了？大王，微臣不敢呐。只因你让霓裳娘娘召见微臣等来此商议政事，微臣不敢不从啊！大胆，还敢狡辩！隆德殿乃寡人休息之处，你们当官这么多年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？大王息怒，微臣知罪。罢了，念在你们也是受人蒙蔽，我就不计较了。谢大王开恩。霓裳何在？拜见大王。回大王，霓裳娘娘在殿外鬼鬼祟祟，不知何意。霓裳，你假传圣旨，你可知罪？拖出去，禁闭1个月，杖责50，没有寡人的允许，不得出宫半步。诺。传寡人令下去，霓裳言行有失，罚其在先祖殿内闭门关1个月，以儆效尤。诺。我回来了，饿死！哟，不错呀。来，快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一看就是你做的。那当然了，感谢人当然要有诚意了。哎呦喂，现在还会感恩了呢。喂，我一开始就知道感恩，好不好？是，你最善良了。对了，听说你今天在堂上斥责了大臣，还打了霓裳。那个霓裳啊，好像是真的发现我们了，竟然敢假传圣旨，想让我出丑。不过幸好你教过我怎么训斥大臣的，还有宫里的那些规矩，不然的话我今天就丢大脸了。不错，知道活学活用了。看来你还没有笨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啊。那是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情不自禁。你没生气吧？谁跟你说我生气了？啊？人家只是没说而已，其实挺开心的。开心，他说开心，开心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开心。该死的！等本宫证明你这个大王是冒充的以后，本宫发誓一定要将今日所受屈辱百倍奉还！滚开！太后娘娘，妾身又打扰，是有要事禀报，
太后娘娘，妾真的有大事要禀报。太后娘娘，太后，霓裳娘娘在外面跪了半天，说是有要事禀告。她能有什么要事？无非就是被大王当众杖责了，面子挂不住，找我给她撑腰来了。这一个一个的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那，奴婢劝她回去吧。去吧，让她赶紧回去，吵吵的哀家头疼。诺。娘娘金安，太后身体不适，已经睡下。娘娘还是请回吧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明早再来回禀也是一样的。麻烦姑娘禀告太后娘娘，本宫真的有要事禀告。娘娘还是不要为难奴婢了，请回吧。太后娘娘，您听妾说，现在的大王不是真正的大王，是有人冒充的。什么？大王不是真正的大王？灵魂互换？你确定吗？太后娘娘，那日在宫门口，妾听宗姬说，那个叫达喜的宫女，竟然知道她小时候跟大王说过的话，并且神情动作极其相似，于是妾就留了个心眼儿。妾发现那个叫达喜的宫女跟大王每天都混在一起，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根本不像主子和奴才的样子，并且大王竟然给达喜下厨做饭。太后娘娘，您知道大王有做饭的手艺吗？再加上那个达喜对宫中的事情了如指掌，反而是大王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所以妾觉得现在的大王不是真正的大王，那个叫达喜的才是真正的大王。荒谬，简直太荒谬了！你的意思是说，哀家连自己的儿子都能认错吗？妾是觉得这个大王的身体是大王的，但是灵魂可就不好说了。霓裳，哀家不能因为你的片面之词就相信你这个荒谬的猜测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容哀家想一想。若真如你所说，哀家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的。既然这样，妾就不打扰您休息了，妾告退。太后，您打算怎么做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秋水，我最喜欢的人还是你，我终于抱到完整的你。霓裳啊霓裳，但是我真的不能把男人让给你。我们再不走就被他们杀了，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？太后有令，今日谁都不许出宫一步，尤其是你达喜。开门。你去啊。你去。你离得近，你去。我太困了，你去。拦不死你的。去吧。出去。姓季的，自己买的东西不拿。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谁让你不去开门？谁让你输了我？谁让你这么懒的？谁让……
算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是你买给我的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给女友的圣诞惊喜，麻烦不要写包裹里是条项链。现在你知道神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了吧？你先给我，你先。送出去的礼物，泼出去的水。我